大家好，歡迎翻嚟 VN Home HK 嘅 YouTube Channel，我係 Kenny。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介紹由越南著名本地發展商 MIK 喺 Vinhome Ocean Park 2推出嘅全新項目 The Parkland。呢個項目包含咗30幾棟住宅大廈，坐落喺 Vinhome Ocean Park 2呢個大型都市綜合體入邊。對投資者嚟講，呢度最大優勢係一入伙就可以即時享受到成個城區已經非常成熟嘅全方位配套，包括購物中心、醫院同埋學校，基礎建設已經完全到位。從地圖可以見到 The Parkland 正處於未來區域發展嘅戰略中心，佢緊貼住3.5環路同4環路呢兩條最關鍵嘅大動脈，同時無縫連接河內、海防高速公路。作為投資者，我哋要睇嘅係未來嘅便利性，特別係未來嘅玉匯大橋，一旦完工，將會大大縮短 Ocean Park 2前往河內舊城區同埋南部核心地帶嘅距離，令到往返河內市中心變得更加直接同快速，配合埋3.5環路同4環路嘅貫通，成個區域嘅交通網絡將會極之四通八達。呢種環路交匯點嘅地理優勢，係確保物業長期升值嘅最強支撐。The Parkland 呢個項目會分開2期發展，第一期會有9棟住宅，提供大約5600個單位，已經喺2026年1月正式開盤啦，而家已經開始接受預訂啦。呢9棟大廈有35層高，會係一個封閉式屋苑，入邊配套非常齊全。目標係用一個好合理嘅價錢，帶俾住客高品質嘅生活體驗。所以如果你覺得最近河內嘅樓市升得太過誇張，甚至見到有啲新盤已經開到每平米1億越南盾以上，令你覺得好難入手嘅話，咁 The Parkland 絕對係你嘅選擇。呢個項目咧，預計開價大約只係每平米6000萬越南盾左右，折合翻港幣尺價咧，大約只係1700左右。但係配套同埋交樓標準咧，依然保持到好高水準。喺今日呢條片入邊，我哋會一齊睇下第一期嘅重要資訊，等大家唔好錯過首批開售嘅黃金機會。首先，等我再介紹一下 The Parkland 呢個項目嘅位置，佢就係喺 Vinhome Ocean Park 2。目前嚟講，呢度嘅交通仲未算係最巔峰，但未來會有好多條新路陸續開通。例如大家喺熒幕見到呢條路，將會直接通去位於興安省嘅科技大學第2校區。嗰間大學咧，大約有3萬個學生。等呢條路整好之後咧，由 The Parkland 咧去大學嘅距離只係2公里多啲。到時呢個區域將會成為學生同教職員揾樓嘅首選，為物業帶嚟非常強大且持續嘅租務支撐力。呢張咧就係Vinhome Ocean Park 2同埋 Vinhome Ocean Park 3兩大城區嘅總體規劃圖，總面積超過700公頃。左手邊呢度係 Ocean Park 3，而右手邊呢度就係 Ocean Park 2。呢度就係 The Parkland 項目嘅整體概觀。成個計劃佔地大約33公頃，入邊有個超過3公頃嘅中心公園同湖，直頭係成個區域嘅綠化核心。成個項目總共有30幾棟住宅大廈，不過喺第一期，發展商會先推出9棟，當中 P1、P2、P3 同 P5 呢4棟會最先開售。大家可以睇下呢4棟大廈嘅實際位置就係喺呢一度。呢4座樓呈長方形佈局35層高，下邊仲有2層地庫連接埋一齊。中間位置係住客專用嘅內園，有晒泳池同埋綠化園林。雖然話周圍有一啲搬唔走嘅現有住宅，但係大家可以放心，因為成個 The Parkland 會設計成一個封閉式社區，入邊嘅配套設施只係供住客使用，所以保安同私隱度方面絕對可以放心。喺 P1、P2、P3 同 P5 呢4棟樓入邊，P1、P2 同 P3 係一面望出外邊，另一面就望向內園，而 P5 棟就最特別，兩邊都係對住泳池景。等我親自去到每棟樓嘅位置，幫大家實地拍攝一下佢哋嘅景觀。首先睇下 P2 棟，佢個景觀非常之震撼啊！你可以直接望到遠處嘅珍珠島別墅區，仲有人造衝浪池。隔離由Maastricht Homes 發展嘅 Spring Bay 已經賣晒啦，證明咗呢個地段嘅景觀價值係非常有市場保證嘅。如果你中意無邊無際嘅視野，咁 P1 棟就最啱你。
呢度望出去真係非常開揚，完全冇嘢遮擋。對於追求大空間感、想住得舒服啲嘅買家嚟講，P1 絕對係首選。至於 P3 棟呢，佢嘅景觀就比較豐富，你可以俯瞰到成個椰子島住宅區同埋周邊嘅河景。最重要係對正韓國政府起嘅公立學校。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客嚟講，呢種教育配套景觀簡直係加晒分，將來收租或者轉手都極具優勢。對投資者嚟講，Ocean Park 2其實有一個好強嘅支撐點，就係嗰度嘅生活機能已經非常成熟啦。附近有好多平民化嘅市場，物價低，食材新鮮，生活成本極具競爭力。加上項目本身係行封閉式高端屋苑管理，住客可以用較低嘅生活預算，享受住高品質嘅私人空間同完善保安。對於未來嘅租客，尤其係附近大學嘅教職員或者追求性價比嘅年輕家庭嚟講，呢種高質物業、低廉生活費嘅組合係非常有吸引力嘅租點，亦都係確保物業出租率同埋長線升值潛力嘅核心優勢。喺建築佈局方面呢4棟樓嘅設計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每層樓咧有16個單位，配備咗8部電梯，入邊咧有7部係客梯，1部係貨梯。每部電梯服務嘅單位密度非常之合理，保證咗住客出入唔使等餐飽，夠晒方便。至於戶型方面，選擇都幾多啊，包括有 studio 開放式、1房加書房、2房加書房、3房。基本上每一棟樓嘅單位間隔同設計都係大同小異。首先睇下1房加書房嘅戶型，面積大約51平米。發展商會送基本裝修，好似廚房、櫥櫃、浴室潔具，仲有落地大玻璃同埋玻璃露台。跟住落嚟呢係2房單位，面積大約58平米。呢款戶型嘅設計基本上係大同小異。下一款係2房加書房嘅 corner 單邊位，面積大約67平米。每一層樓只有2間呢類單位，佢嘅設計非常之精緻。客廳擺喺中間，兩邊就係房，而廚房就巧妙地隱藏咗。成個格局採光同通風都做得好好。最後就係3房戶型，每一層只係得1間咁多，面積大約87平米。呢款單位勝在夠晒方正，空間感十足。呢個項目其實已經正式開盤啦，最緊要係外國人一樣買得。而家現場銷情真係非常火熱，單位走得好快。如果你對呢個盤有興趣，真係要快手啲揾我。因為好似 The Parkland 呢種性價比咁高、尺價又平嘅盤，喺而家呢個河內市場呢，真係買少見少，一推出分分鐘就俾人搶晒。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或者想攞最新嘅價單，可以直接打俾我，或者 WhatsApp 6252690揾我 Kenny， 我會為你做最詳細嘅諮詢。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幫到你，記得點讚、訂閱同分享我哋個 channel 啦。多謝大家支持，我哋下條片再見。